一個聖經在約翰福音37節樣講釋迦啲，因為到上帝派遣嘅燈嚟到世間，唔係處罰呢個世間，但係嚟救呢個世間。救呢個世間救乜嘅呢？救世間嘅人類。上帝派耶穌基督嚟世間，唔係處罰呢世間嘅人類，但係嚟救呢個世間嘅人類。約翰福音35節樣講咗，為了每一人相信佢得到永久嘅生命。嗱，喺世間呢，到一個需要上帝嚟到世間嚟救一個要罪嘅人，因為就是個人跌落咗罪惡嘅人，一個燈沙要救一個嘅罪，要赦淨一個嘅罪，而咧上帝冇罪咧世間出世時70家3日人嚟嘅凡生，隆重嘅做一切都係為了救人類嘅罪，嚟使相信佢使得到永久嘅生命。嗱，打開心，信任耶穌做救主，即刻得到永久嘅生命。阿門。